台北市长郭文泰参加华视的节目《阴暗好好讲》的录影，咱来听伊安怎讲。如果是韩国瑜当总统，你觉得状况会变成怎么样呢？这个想了就失眠，你知道？为什么会失眠呢？这个失眠的不能说失眠的。失眠医生在这。你觉得状况反而会更糟吗？不是啊，这叫不敢想象。哇，这是他开 Steven 给我吃的。头一摆被问到讲，若是韩国瑜做总统的看法，伊完全无保留。自从韩国瑜以后，我就觉得哇，这台湾的政治太不可预测了。我保证，如果他真的当总统，第一个月台湾安眠药的使用量一定大幅上升。你认识这个？我应该先去囤货。你是显然蔡总统在当，你好像还不必吃到这个。你现在还没有吃啊？那个只要吃镇定剂就。镇定剂好。今天韩国瑜嘛补蔡总统一刀，那呢过关王革命是安怎会破功？一开始大家讲好说啊，因为我曾经3个人见过面嘛，说啊，既然郭台铭要选，那我们就支持他。大家都讲好了。天哪，怎么又突然变卦了？我怎么晓得？支持他的意思是说，有人要去当他的副总统吗？那我没有，我这一开始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要去当你的副总统，我自己选就好了。郭文泰承认讲，唔是无考虑过选总统，是讲17连署截止日，雄雄出现伫中选会，原来是为着伊。柯妈妈很失望吧？通常你会听她的话，不是吗？我就把他领回来，我说你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把他领回来。他自己就先去中选会，他就说啊你要来，我说我就给他拖到5点半，说时间结束，我们回去吧。哦，所以他要去之前有没有跟你讲？有啊，他连100万都准备好了，我真可怕。你人，好人讲是惊感的郭文天，讲一寡歧视女性言论，3位女主持人嘛轮番上电视门。我觉得说市长歧视女性什么是很奇怪的事情。30岁以上女性有30%未婚是国安问题。那我再更近一点好了，变大号的吴依宁啊，这是事实啊。9月24号而已啊，变大号的吴依宁，大只的吴依宁，我觉得我讲话逻辑都对啊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不是，那您就讲说他像吴依宁就好，为什么要写变大号？因为吴依宁是在北农事件，总统府秘书长比北农总经理大很多啊，不是吗？我们不应该拿女性的外表来比较，这句话你讲得出来吗？还是会咬舌头？会咬。那我会舌头绕脸。我觉得如果在家里不化妆会吓人吗？不会的，在家里不会吓人，那出去才会吓人。不要开玩笑，不要。我看到陈佩琪的时候，她都戴着口罩，真的。我们就是没有 sense 的，因为这样没有敏感度。可是你从2014年一直到2019年，sense好像没有增加。有啊，改进很多了。以前试验的比例很高啊，现在所以你自己很满意是吧？不是啊，我至少试验的频率下降了。以前是每个礼拜试验，现在至少2-3个月才试验一次。到底郭文泰后一步是国会势力总统大选，还是202？反正你至少做到2022年，对不？好，半途不会落跑嘛，这已经是机会很低。机会还有机会，势均力敌。那还有机会会落跑？凡事我跟你讲，凡事可能有急诊刀出现，让民进党紧张一下。好。郭文泰讲，捌伫郭台铭的面前，该忏悔到底有甚物惊人的内幕？完整内容请锁定华视阴暗好好讲。